来关心国际消息，黎巴嫩一天内底去互以色列轰炸2架，造成10名百姓死亡。黎巴嫩的真主党为着要报复，15就甲以色列社会祭弹。真主党15表示，为了要保护以色列前一天对南部村庄纳巴蒂耶一个萨瓦纳的杀害事件，用几60粒火箭弹攻击以色列边境城市基耶施摩纳区。 因有几多位战士伫这边行动死亡，以色列方面讲因有士兵死亡，但是也已经拍断去。真主党讲，以色列则是一天内2遍攻击黎巴嫩，除了造成百姓死亡，伫纳巴蒂耶攻击中，一个拍死精神部队的指挥官阿里阿德布斯加2位战士。 真主党消息人士讲，纳巴蒂耶攻击案代表代志愈来愈严重，不过当局正可能将冲突控制伫咧边境附近，因也正清楚以色列是用这种攻击伫咧试探真主党的材料。因为以色列也放出同款的信息，代表双方拢无打算全面开战。 מלחמה, אבל אנחנו חייבים להתכונן. למטוסים שטסים עכשיו ברגעים אלה מעל שמי לבנון יש מטרות. 联合国正全力希望各方面家己自我控制，并且莫有攻击行动，以避免危险局势升级扩大。根据以色列统计，自从以哈冲突以来，真主党差不多每天拢向以色列目标发动攻击，超过1000人死亡。 大约250人被抓去。真主党表示，只有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攻击，真主党才会停来。这边相关的暴力事件，伫咧黎巴嫩造成包括170多位真主党战士在内200多人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